敘利亞民眾拍攝嘅片段，見到星期日凌晨首都大馬士革市郊接連發生爆炸，火球升上半空。多棟建築物冒出大量濃煙，當地一個軍事研究中心都受到襲擊。國營電視台報導，只係以色列發射火箭炮襲擊，目的係要協助敘利亞反對派，但以色列政府未有回應。以色列當局上星期曾經空襲敘利亞大馬士革國際機場一座倉庫，阻止真主黨武裝分子偷運相信包括導彈在內嘅先進武器到黎巴嫩。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，以色列阻止先進武器落入真主黨手中係出於智慧，做法正當，間接回應以色列空襲敘利亞事件。另外，奧巴馬較早前喺哥斯達黎加訪問期間話，有證據顯示喺敘利亞境內有使用化學武器嘅跡象，但具體情況仍需要進一步調查。佢又話，即使證實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下令使用化武，美國都唔會派地面部隊介入敘利亞內戰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金瑩報導。